弟兄姊妹早晨，早晨，大家今個禮拜過成點啊？當你每朝起身嘅時候，有冇咧試欣賞下神偉大嘅創造咧？定係每日咧都匆匆忙忙，每分每秒都記掛住你嘅工作、家人、朋友，記掛住地上好多嘅事啊，而錯過咗神一直放喺我哋身邊美好嘅一點。如果你真係錯過咗咧，唔緊要，由而家開始，邀請大家一齊起立，昂高頭咧，深呼吸一下，回想一下今日嘅天空，今日嘅空氣係點啊？感受一下我哋而家喺主聖殿裏邊嘅一個空間，讓主嘅愛偉大盼望再一次注入我哋嘅生命，讓我哋一齊頌讚主嘅偉大，君尊的主。君尊的主，我每次觀想你手，鋪張一切，令心中滿震撼。觀想星月，聽到了天邊震響，主威彰顯，沒止息見宇宙。獻上讚歌，因你原是拯救，衷心稱揚，你真偉大。獻上讚歌，因你原是拯救，偉大至高。我心中讚，心中思念，主怎麼在他愛子，犧牲捨己，未可參透意義，背我眾罪，聽神血淌加良心，擔當苦架，願捨身捨我罪。獻上讚歌，因你原是拯救，衷心稱揚，你真偉大。獻上讚歌，因你原是拯救，偉大至高，我心中讚。係啊，我哋獻上讚歌，我哋要為主所作嘅一切而歡呼。我哋知道主必再來，主已經戰勝一切，讓我哋一齊呢班屬神嘅子民一齊高聲歡呼歌唱，歡呼不絕，歡呼不絕。基督必親身再返，多麼寬慰，在天家永長中。謙卑俯伏，敬拜獻心底讚聲，宣主恩惠，眾因主至偉大。獻上讚
係好偉大，偉大到咧我哋有好多事情根本冇辦法去睇通睇透。而主所賜嘅福氣平安，並唔係人能夠俾到我哋。弟兄姊妹，當聖經入邊提到百福嘅時候，你覺得你得唔得到啊？你渴唔渴望得到啊？以下落嚟嘅詩歌入面提到呢有唔同嘅心態，唔知你又做到幾多呢？當我哋面對住生活好多嘅挑戰，求主幫我哋更加貼近神，而且令到我哋可以得着住呢一份咁好嘅福氣。我哋一齊唱呢隻詩歌。求你見神，求你開始裏渴慕你福氣，真心想見你，要熾烈散開得清心。求憐恤寬大我行，能憐恤體諒願幸福得我願，能用愛建立以基督的心為我。
身上嘅喎。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咧都有你好着緊嘅人，你嘅父母、子女、丈夫、太太、親戚朋友、寵物，甚至係你唔認識佢，但係唔知點解會令到你好扎心嘅人。可能甚至你寧願主開門會多啲，更加好。係，讓我哋一齊成為主嘅光同埋鹽，將主嘅愛、主嘅福氣向身邊嘅人、向世界傳開。我是誰？我哋獻上，讓我哋一齊準備好我哋嘅心，去聆聽以下落嚟。